當然啦 ，OK， 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係社民連嘅黃浩銘。嗱，喺琴日咧就共產黨咧就再次咧就話俾民主派聽，就話咧佢會邀請全體民主派嘅議員咧就喺5月31號咧就係去深圳，去深圳咧就係即係又係講數啦嚇咁樣。咁5月31號係咩日子嚟㗎？有冇人話俾我聽啊？嚇？好嘢喎，你識喎！5月31號就係6·4嘅遊行，而佢咧特登揀呢個日子咧，就真係特登去玩嘢啦，啱啱先？嗱，如果已經有4個民主派議員咧，就已經話要上去深圳同佢講數，唔去參加呢個6·4遊行，咁大家知咩事啦？係咪？大家明白咩事啦？邊一個上去仲同共產黨講數，唔去6·4遊行嘅？差唔多嗰啲人就係要跪低嘅人嚟㗎啦，係咪咁講啊？嗱，而家有人話袋住先，咁咧其實咧最講到尾咧就係話有咩白票守尾門、黃成智嗰啲講晒出嚟㗎啦，又話要將嗰個提名委員會咧由呢一個嘅嚟呢一個公司票轉做個人票。嗱，即使係由公司票轉個人票都好，如果喺而家嚟講有一個4大界別喺度，即使係轉個人票，呢一個個人票嘅票值都係唔會均等嘅。即係話如果我哋普通人一個勞工界嘅，佢係幾十萬選一個出嚟，嗰啲漁農界係幾千個選一嚟，呢個係咪公平啊？係咪公平啊？所以其實佢整色整出嚟冇意思嘅，喺呢一個嘅方案最後嚟講，而家民建聯都褪嘅，佢哋唔係話要轉個人票啊，佢哋最多嚟講都係公司票轉董事票嘅，即係話轉啲高級管理層嘅票。嗱，咁其實咧，黃振民呢一個清華大學嘅法律學院院長就講得非常之好啦。點解咧？佢好坦白，佢就話俾大家聽，呢一個提名委員會就係要去維護工商界嘅權益，就係要維護呢一班香港嘅既得利益階層嘅權益。所以提名委員會呢1200人嘅提名委員會係特權委員會，係咪啊？係。所以呢個特權委員會選到嘅嘢，我哋選唔選啊？如果李嘉誠攆過嘅雞骨，你攆唔攆啊？如果李兆基攆過雞骨，你攆唔攆啊？所以我覺得嗱，呢一個袋唔袋住先呢個遊戲係玩夠㗎啦。無論佢白票守尾門又好，無論佢公司票轉個人票都好，係冇解決到香港人要嘅平等嘅普選權、提名權、參選權嘅問題，係咪啊？我哋要乜嘢啊？我哋喺6月嘅時候，係咪做過一個全民嘅電子投票啊？有70萬人投咗嘅咩方案啊？咩方案啊？有70萬人都係支持公民提名，其中一個方案係代表成個民主派嘅，叫做3軌方案，係咪啊？如果而家任何一個民主派政黨忘記3軌方案，嗰個係咪民主嘅叛徒啊？3軌方案喺邊啊？係公民提名、政黨提名，再加埋民主派提名委員會啊！3軌方案一軌不缺啊嘛！嗰陣時呢個係民主派講㗎嘛，而家唔好同我講其他廢話。只要呢個3軌方案有70萬嘅授權仍然仲存在，民主派喺呢個立法會27票裏邊都應該否決政改方案，係咪？